哎，两位息怒啊！不管他们三人身在何处，是死是活啊，尽快将他们找出来才是最重要的事。适才我们相互追逐的时候，可是追到了3层入口。他们动作再快，以结丹期的遁速，也来不及逃到3层以下的。何况适才我们已然合力在3层布下数个阵法，若有人贸然闯入，定然也是毫无兴理啊！够了！你们3个老魔，不要再联手演戏了。一定就是你们故意将我们引开，再让后辈取出虚天鼎的蛮胡子，头脑简单，不会是轻易老鬼，实力太弱。你这个道行，基因，老夫不会放过你的。